你問我信不信命？我以前在西關賣糖水的時候，成日以那些阿婆幫人解簽，一支簽解完，求簽的人哭也好笑也好，轉頭全是照舊過日子。所以我一直覺得命理不過是個由頭，你信他就有，唔信他就冇。可後來我入了顧家，才曉得有些事你不信他也攰來，像夏天過後秋風起，涼意入骨，你穿幾件衫都擋不住。我叫鄭玉蓮，86年生人，祝福阿媽歲生我那晚，西關妓樓底下有隻野貓叫了整夜，他痛足8個鐘才把我帶落來。阿爸那陣船做着酸枝木料的生意，在光復北路有間鋪頭，前店後倉，倉裡堆滿老哥進來的大公酸枝，鋸開的木料散發一種油脂香氣，聞久了人俱覺得暈。那是我對富貴這兩個字最早的理解，不是金銀，是木頭的味道。後來鋪頭關門了，倉卸清了，酸枝木料一車一車被人拉走，換回來的剪田進倒卓和阿爸新娶那個女人的依舉例。那個女人叫何月晶，以前在泮溪酒家唱粵曲，聲線甜，唱分飛燕時眼角帶淚，男人現了都走不動路。阿爸就是其中一個。他進了陳家之後，阿媽就被擠到廚房旁邊的小房裡住，不到半年，阿媽就走了，是走的，不是死的。他走的時候只帶了一紙皮箱，裡面幾件換洗衣裳和一像我2歲時的黑白箱。他把那紙陳家的玉軸留給我，套在我手腕上。玉蓮，你記住，陳家什麼都沒有了，就剩這一隻軸子。你帶着它，不管將來嫁到哪裡，都唔好摘。我那年17歲，書也沒讀完，就跟着阿爸搬出西關，租了間在芳村的民房。何月晶嫌地方窄，日日摔碗摔碟，阿爸就天天出去傾生意，實則蹲在人家茶樓裡打麻雀。我不知道他那年欠下顧家的債，只知道有一天他回來，滿面紅光。月阿女，顧家有個仔，你嫁過去，我啲債就清了。我問他顧家是什麼人家，他粵番禺大族，做紅木起家，間祖屋有100幾年歷史，門檻都搭凹了。我又問他顧家那個仔是什麼人，他粵殘廢嘅，坐輪椅，不過唔緊要，你過去是去做正房，唔使做粗活。何月晶在旁邊剝花生，笑得花枝亂顫。乜嘢正房？送去頂債就送去頂債，講得咁好聽。我沒哭也沒鬧。那天晚上我坐在芳村出租屋的天台上，看對岸珠江新城的燈火，心想阿媽當初走的時候，大概也是這種心情。第二天阿爸帶我過洛溪大橋，進了那條叫顧家圍的村，村口有棵大榕樹，樹底下坐着幾個老人，抽水煙。看見我的車經過，目光齊擦擦跟過來，像在看一車運進村的生貨。顧家老宅比我想象中大，也比我想象中舊。青磚牆被雨水浸得發黑，牆角長滿青苔，門口那對石鼓被香火熏了不知多少年，摸上去油滑滑的。接待我的是個穿香雲紗衫的阿婆，顧家人都叫她六姑。與她自梳之後，就在顧家幫傭做足40年。六姑話不多，走路沒聲，像隻老貓。她領我入正廳，廳裡沒有神像，也沒有祖先畫像，只供着那塊黑漆木牌。我跪下去的時候，聞到一股味，不是檀香，也不是燒紙，是那種老房子地下滲出來的潮氣，混着木頭腐爛的酸味。聞多了胸口發悶。那塊牌上面寫的黃泉路上故事先人，我當時只覺得奇怪，誰家公祖先寫黃泉路上，像是給過路的人指路用的。六姑燒了3炷香，插進銅爐，嘴裡低聲念：辛苦入門，先拜路牌。我合頭的時候，木牌底下壓的一沓黃紙被風吹起一角，又落回去。那陣風從哪來，我到現在都唔知。那天正廳前後門窗都是關緊的。晚飯前我一個人坐在西廂房裡，窗棂是酸枝木雕的，雕的是石榴花，每朵花有5瓣，其中1瓣被蟲蛀了個洞。我盯着那個洞看了很久，洞裡黑漆漆的，像紙眼。何月晶就是這時候推門進來的，他打量了一圈房間，拿起床頭那紫青花瓷瓶端詳了一下。顧家真係孤寒，這種貨色都擺出來。他把瓷瓶放回去的時候，故意未放穩，瓶子歪在架子上，搖搖欲墜。他轉過身嚟看我，視線落在我手腕上。你那隻玉軸，我看看。我沒伸手，他冷笑一聲，
轉身走了。到了晚飯時，我才見到顧廷生，他推着輪椅從偏廳出來，六姑在旁邊跟着，想幫他推，他搖搖頭，他自己推得很慢，右手用得多些，左手一直搭在膝上沒動過。他坐在餐桌主位，何月晶坐在他左手邊，我在他右手邊，阿爸坐在最下手，頭都不敢抬。顧廷生全程沒說話，只是偶爾抬眼，目光從我臉上掠過，不帶雜麼情緒，像看一件擺件。他夾菜時左手微微發抖，筷子尖夾住的蝦餃滑落2次，第3次才送進嘴裏。六姑站在他身後，眉頭一直蹙着，像看一幅隨時潰碎的畫。飯後何月晶遂要去應襯，把我帶到天井旁邊的灶間，灶間比西廂房旋暗，只有一盞白熾燈吊在屋頂，燈下懸着幾條燻黑的臘肉。他讓我洗一籮碗，越顧家規矩，新婦入門頭3日要親手給公婆洗碗。我越顧廷生的阿爸阿媽呢，他越死了，死好多年啦，你去拜拜佢哋咯。他靠在灶台邊，看我用凍水洗碗，手指被冰得發紅，忽然就越，你知唔知顧廷生點解坐輪椅？我搖頭，他湊近一步，壓低聲音，佢自己揀嘅。我船未反應過來，他猛地找起灶台上一隻粗瓷碗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碎片炸開，濺到我腳邊。六姑聞聲趕來，何月晶已經換了副臉，對着我冷笑：陳家女，你帶住指死人族入顧家，好大的膽子。六姑臉色變了，衝上來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看見那隻玉族，嘴唇囉嗦了幾下。月，鄭小姐，你指族邊度嚟嘅？我月亞馬留給我的。六姑重開手，退後2步，轉頭看向何月晶。何月晶笑了一聲，甩手出了灶間。六姑蹲下來撿碎瓷片，一片一片攞在手心，撿到第3片時手指被割破，血珠滴在地上。她凝了一瞬，隨即用圍裙擦了擦。月，冇事，你返房休息啦。我走過天井時，月光照在青石板上，石板縫裏長着一排墨綠色的青苔，形狀像一排牙印。2樓走廊盡頭那扇門關着，門縫裏透出微光。我回到西廂房，發現那隻青花瓷瓶不知何時已經放正了，穩穩地立在架子上，瓶口朝外，像一隻睜開的眼。我躺在床上，左手摸着那隻玉竹，竹子貼着皮膚，比白天亮了苦多，涼意順着血管往心口爬。窗外的月亮很大，照得窗子上映出石榴花的影子。午飯，其中一飯缺了個口，像被人咬掉了一角。我閉上眼睛，聽見樓板上面有人走路的聲音，赤着腳，啪嗒啪嗒，走幾步停一下，又走幾步。這不是顧廷生的房間方向，那聲音像從屋頂傳來的。我睜着眼熬到半夜，終於迷迷糊糊睡過去。夢裡有人站在床邊，低頭看我，我看不清他面容，只聞到一股檀香混着鐵鏽的味。他伸出手，指尖碰到我額頭，冰涼冰涼的。他越了一句話，聲音像隔了一層水：你指族係我嘅。我驚醒的時候天旋沒亮，窗外有鳥叫，叫一聲，停一陣，再叫一聲。我坐起來，發現那隻玉竹不知何時滑到了手腕最深處，卡在骨頭旁邊，取不下來。竹子內側那道暗紅色的紋路，比睡前又長了一點，像一根細線繞了半圈。我舉起手腕對着窗縫透進的光看，那紋路裏隱隱約約有個形狀，彎彎的，像條路。第2張紅繩箭碗，那紫玉竹卡在手腕上，像長進去了一截骨頭。第2天早上，六姑嚟敲我門，手裏端着一碗白粥和一碟蝦米腸粉。她看見我坐在床緣發呆，目光落在我的手腕上，讀了一下，把粥放在桌上，沒預續子的事，只講食啲嘢，等陣去正廳敬茶。他轉身走時，我注意到他手腕上多了樣東西，一條紅繩編的平安列，箭了2圈，繩尾打了個死扣，和他昨日手裏捏的那條一模一樣。我低頭喝粥，米粒無得稀爛，蝦米的鹹味滲進腸粉裏，是純正的廣式口味。可我咽下去的時候，胃裏翻了一下，差點嘔出來。懷孕2個多月，早孕反應一直不重，今早卻格外厲害。六姑在門外沒走遠，聽見聲音又折回來，從圍裙兜裏掏出一塊薑糖菜進我手心，月含住，自有的。他的手指粗糙，指節上有老繭，掌心亮得像浸過井水。我含住薑糖，
辣味衝上鼻腔，眼淚滲出來。六姑站在門口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最後只噎了一句：等陣敬茶，你只續遮一遮，唔好露出來。我問為什麼，他說顧家唔興帶玉器。噎完就走了。我找了件長袖衫換上，袖口剛好及住手腕。下樓時正廳已經擺好了茶具，一套舊瓷壺配4隻杯，壺身繪着松鶴延年的圖案，壺嘴缺了一小塊。何月晶坐在左側的酸枝椅上，換了件墨綠色旗袍，耳垂上一對翡翠墜子晃來晃去。他面前放着一隻公式漆盤，盤裡各了2封利是。而我進來，他沒抬頭，專心用指甲挑着杯夾上的茶葉末。阿爸坐在右側，穿的是他唯一一套沒起毛球的西裝，領口別着一枚褪色的金領夾。他看見我，嘴唇動了一下，像想越什麼，被何月晶斜了一眼，又把嘴閉上。顧廷生是最後一個到的，六姑推着他從偏廳進來。今天他沒穿白色襯衫，換了一件深灰的唐裝，扣子旋是繫到最上面一課。輪椅停在正廳中央，他抬手示意六姑退開，然後自己把輪椅轉了半圈，面朝我和何月晶之間的方向。六姑端嚟2杯茶，先遞給顧廷生，他接過去，指尖在杯緣上停了片刻，然後放在面前的小幾上。六姑又端一杯給我，我接的時候袖口往後滑了一截，露出玉足的邊緣。我趕緊往下扯，可何月晶的眼睛已經跟過來了，他嘴角翹了翹，沒作聲。六姑的聲音在廳裡響起來，語調平得像念白：辛苦敬茶，先敬家翁。我跪在蒲團上，把茶端到阿爸面前，他雙手接過去的時候，手在抖，茶水洗出嚟幾滴落在我的手背上，燙得我一縮。他低聲説了句：阿女，辛苦你。聲音像蚊子哼哼。何月晶在旁邊嗨了一聲，阿爸立刻低頭喝茶，喝完了把空杯放回漆盤，利是推到我面前，動作機械得像被人扯線。第2杯敬何月晶，我跪着轉過身，把茶杯舉過頭頂，他沒立刻接，而是慢悠悠地端起自己面前那杯茶抿了一口，放下，才伸手來拿我舉着的杯。他手指碰到杯壁時，指甲刮了一下，發出很細的一聲吱。他喝了一口，把杯放回漆盤，利是卻沒推過來。他說：先放住，我有話要同你講。六姑的臉色沉了一分，顧廷生始終未看這邊，低頭用拇指摩挲着自己那杯茶的杯緣，一圈一圈，動作慢得像在掃時辰。何月晶站起來，走到我面前，低頭看着我跪着的姿勢。他說：陳家女，你入顧家門之前，你阿爸同你講咗乜嘢？我越講了顧家的事，他又問：講咗顧家乜嘢？我越講了顧家是番禺大族，做紅木生意。他笑了，笑聲很輕，像茶壺嘴冒出來的熱氣。佢有冇同你講顧家早上係做什麼的？我沒答。六姑在旁邊開口：月晶，你收聲。何月晶打斷他，語氣不重，但六姑真的收了聲。何月晶俯下身，湊近我耳邊，壓着嗓子說：顧家早上係做棺材鋪起家的。紅木是用來做棺材的料。你住嗰間西廂房，以前係放壽材嘅倉。他越圓直起身，拍了拍我的肩，聲音恢復正常。不過你唔使驚，死人嘢睇慣就冇事。空氣像被抽走了一層，阿爸的後背緊貼在椅背上，額頭上冒出細汗。顧廷生的手停在杯緣上，終於抬起眼看了何月晶一眼，那一眼很短，可我看清楚了，他眼底沒有怒意，也沒有意外，只有一種我形容不出的，像凍了很久的井水一樣的東西。何月晶轉身回座，剛邁出一步，腳底忽然打滑，他身子往前一撲，手抓住旁邊的茶几才穩住，茶几上的茶壺被帶倒，當一聲摔在地上，碎成3瓣，茶水潑了一地，順着地磚縫往我跪着的方向流到我膝前就停了，像被什麼東西擋住了。何月晶低頭看着那灘水，臉色白了一瞬。六姑趕緊拿抹布來擦，蹲下去的時候，我看見她手腕上那條紅繩平安列，繩尾不知何時散開了，垂下來一小截，像條斷了的線。顧廷生把自己那杯茶端起來，喝了一口，放下，然後推着輪椅轉向我。他對我說：你起身。我站起來，膝頰上沾了灰，
他看了一眼我的手，又看了一眼何月晶，月，你間房唔好住西廂，搬到2樓東邊嗰間。六姑擦地的手停了，停生，東邊間房，六姑，你安排。六姑未再閱第二句。何月晶站直了身子，扶着茶几邊緣，嘴唇抿成一條線。他盯着顧廷生，盯了好一會兒，然後笑了。好，你話是。他把那兩封利是充七盤你拿起來，塞進我手裏，指尖碰到我掌心時帶着一股涼意，涼得不像活人。那天上午我搬進2樓東邊的房間，房間比西廂大一些，窗朝東開，光線足，酸枝木的床架只雕着福鼠紋，被褥是新換的，有股日頭曬過的味道。六姑幫我收拾東西，她把那隻青花瓷瓶從舊房間拿過來，放在窗台上，瓶口朝外。我注意到她放瓶的時候，先往瓶裏塞了一小撮米，再用紅紙封了口。我問她這是做雜麼？她說當一當。我沒追問，她走之前，從兜裏掏出另一條紅繩平安列，遞給我，帶住，別問那麼多。我接過嚟，成編得緊實，中間係着一粒小銅錢，銅剪上有4個字，被磨得快要看不清了。我對着光辨認，像是出入平安的舊版。我把紅繩戴在左手腕上，和玉軸拼排，玉軸的涼意似乎淡了一些，但內側那道暗紅色的紋路又長了一點，已經繞了大半圈。像一條線把竹子分成兩半，紅繩剛好壓在那道紋路上，銅剪貼在皮膚上，沉甸甸的。中午我未下樓吃飯，六姑端了碗豬腳薑上來，越是顧家老規矩，辛苦有人要食薑醋。我端着碗坐在床邊，薑醋的甜酸味暖烘烘地撲上來。我忽然想起亞瑪，她以前在西瓜賣糖水時，也常煲豬腳薑，用的是瓦煲、煤爐，小火熬足一個下午。他每次盛一碗給我，都配粵一句：食完暖身，唔怕凍。可是他走的那天，煲裏的薑醋旋剩大半，涼了，他也沒再回嚟。我放下碗，眼淚一滴一滴落進醋湯裏，濺起很小很小的油花。我捂住嘴，不敢哭出聲。這間屋的牆壁太薄，木板縫裏雜麼聲音都傳得出去。哭了一陣，我聽見門外有動靜，很輕的輪椅碾過木板的聲音。停在我門口，我擦了臉走過去開門。顧廷生坐在門口，懷裏抱着一個舊樟木盒子，盒子表面刻着一枝梅花，漆面斑駁。他沒看我，把盒子放在門檻上，入面有樣嘢，你睇下。他推着輪椅轉身要走，我追了一步。顧廷生，他停了，沒回頭。你其實行得係唔係？走廊裏靜了很久。風從盡頭的窗戶灌進來，吹得他唐裝的衣擺輕輕晃動。他右手搭在輪椅的輪子上，指尖慢慢收緊，又重開。我講俾你聽，你唔好同人講。他的聲音很輕，輕得像被風一吹就潰散。我行得，但有啲時候行唔得。他說完這句話就推着輪椅走了。輪子碾過木地板的聲音越來越遠。我蹲下來抱起那隻樟木盒子，盒面冰亮。雕的那枝梅花缺了一朵花苞，像是被人用小刀剜掉過。我打開盒，裏面鋪着一層暗公式的絨布，絨布上躺着一把老式銅鎖，鎖上刻着兩隻蝙蝠對飛，中間一個喜字。銅鎖底下壓着一張泛黃的照片，照片上是個穿旗袍的女人，眉眼和我有3分像，手腕上也戴着一指玉軸，和我手上這隻一模一樣。照片背面寫了一行字，墨跡已經褪成淡褐色。陳月常。丙申年攝於顧家為我亞瑪，叫陳月常。第3張舊相印親，樟木盒子裏的照片在我掌心躺了一整夜。我把那張褪色的相片抽出來，對着床頭那盞黃銅台燈看了又看。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張酸枝木椅上，背景是線雕花屏風，屏風上刻着石榴花，和我西廂房窗棂上的花樣一模一樣。她手腕上的玉軸在黑白照片裏泛着一點光，像一顆還未落定的灰塵。照片右下角印着番禺麗坊照相館的戳，日期是丙申年1956年。我亞瑪今年53歲，丙申年她旋沒出世。照片上這個女人要麼是同名同姓的別人，要麼是亞瑪的長輩。我翻過照片，背面那行字確實是舊式鋼筆寫的，筆鋒細瘦，墨色淡得像茶字。陳月常3個字寫得工工整整，沒有稱謂，
沒有落款，只有一個年月和一個地點。我把照片放回盒底時，指尖碰到絨布底下有塊硬東西，掀開一看，是那把銅鎖的鑰匙。鑰匙很小，銅鏽斑駁，齒痕磨得幾乎平了，像被用過很多次。我把鑰匙和銅鎖並排放着，鎖上那個喜字被光照出一層烏沉沉的暗影。銅鎖正面除了蝙蝠和喜字，鎖梁底部有一行極細的黑字，我湊近了才看清，孤鎮永合4個字黑得尖，像是用指甲挖出來的。那天夜裏我睡得斷斷續續，每醒一次就摸一下碗上的玉燭，燭子不再沸燙，卻始終比體溫低一截，貼肉久了像帶着一塊冰。洪城平安結上的銅剪貼着燭子內側那道暗紋，暗紋在天亮時停在了3/4圈的位置，沒有再蔓延。我迷迷糊糊做了個夢，夢裏有人在我耳邊數數1、2、3、4，數到9就停下，隔一陣又從頭數起，聲音沙啞，分不清男女，數得很慢，像在數豆子。第二天一早，六姑來給我送早茶時，手裏端着一碗朱紅粥，她把粥放在桌上，目光掃光我手腕上的玉燭和紅繩，怎麼也沒月，但她看見了張木盒子放在床頭舉上，夾子旋虛掩着，她讀了一下，伸手把夾子盒嚴實了。我問她：六姑，你識唔識陳月上？她的手停在盒上，停讀了2-3秒，像在算日子，然後她轉過身嚟，臉上怎麼表情都沒有。呢個名我好耐冇引人提過，佢係我阿媽。六姑看着我，眼睛裏的光動了一下，像深水底下一尾魚翻了個身。她沒歲信不信，也沒月不信，只是走到窗邊，把那隻青花瓷瓶轉了半圈，瓶口從朝外轉向朝內，對着房間裏面，然後她說：你阿媽幾時走嘅？我17歲嗰年，去咗邊度？唔知，佢淨係留低隻燭俾我。六姑沉默了很久，她站在窗邊，晨光從東邊的窗照進嚟，照在她那件洗得發白的香雲紗衫上，領口那粒盤扣松動了一截，露出裏面一層白棉布襯。她終於說：你阿媽以前來過顧家，我見過佢一次，嗰陣佢後生過你。她抬手比了比，紮條孖辮，着件碎花衫，坐在天井嗰棵龍眼樹底下剝荔枝。佢剝得好快，殼殼分兩半，肉完整的。我喉嚨發緊，阿媽確實會剝荔枝。她以前在西瓜賣糖水時，每年荔枝上市，她都會剝一盤糯米糍放在鋪頭門口，免費的，給街坊試食。她剝出來的荔枝肉從不破皮，核上不沾一絲果肉。我問六姑：佢來顧家做乜嘢？六姑搖了搖頭，我唔知。嗰日係7月初7，佢來咗半日，天未黑就走咗。後來我再冇見過佢。他讀了讀，聲音更低了些。不過你紙燭，我認得出。嗰日佢手腕上就戴住呢紙燭。他的眼睛看着我的手腕，瞳孔收縮了一下，像想起了怎麼不願意想的事。他說：你紙燭戴好佢，唔好摘，亦都唔好俾人碰。說完就端着空碗出了門，腳步比平時快。香雲紗的衣擺掃過門框，帶起一陣風，風裏摻着絲絲縷縷的檀香味。我坐在床沿，把玉燭從袖口裏轉出來，燭身通透，燈光下泛着一層淡青的熒光，內側那道暗紋在晨光裏幾乎看不出來，可我知道它在。我用指甲輕輕劃過紋路，指腹感受到一縷微凸的弧度，像玉石表面長了一道疤。上午我下樓走了走，顧家老宅的格局我全沒摸清楚。天井兩側有兩條走廊，左邊通灶間和柴房，右邊通一間鎖着門的偏廳，那是門上了插銷，鐵鏽從門縫裏滲出來，在青磚地上留成一道暗紅色的印子。我站在門前看了一眼，門板是柚木的，側面剝落大半，露出底下木頭原本的紋理，那些紋理彎彎曲曲，像一張被油皺的臉。何月晶的聲音從背後響起來：嗰間房唔好入，入咗佢生仔冇屎忽。他站在走廊盡頭，手裏端着一杯茶，另一隻手拈着耳垂上的翡翠墜子。我轉過身看他，他今天穿了件淡黃色短衫，底下配黑綢褲，頭髮散着披在肩上，看起來比昨晚年輕了幾歲。可他的眼神和昨晚一樣，冷冷的，
像那對翡翠墜子反出來的光。我未理他，轉身要走，他追了一步。喂，你知唔知你子族係邊個嘅？我停下腳，回頭看他，他笑了。你阿媽冇同你講？嗰子族係顧家嘅，係顧廷生阿媽嘅。我的心口像被人讚了一把。何月精抿了口茶，慢條斯理地説：顧廷生阿媽叫陳月常，你阿媽也係陳月常，你估下係巧合定係撞鬼？他説完也不等我反應，端着茶轉身走了。淡黃色的背影轉過廊角就不見了，只剩下茶香散在空氣裡，混着那股鐵鏽和檀香的氣味。我站在原地，背靠着那扇鎖着的偏廳門，手心裡全是汗，肉續貼着腕骨，涼意滲進骨頭縫裡。顧廷生的阿媽和我阿媽同名同姓，船是月，我阿媽就是顧廷生的阿媽，那阿爸又是誰？顧廷生又是誰？我的腦子像一鍋煮糊了的粥，搞也搞不清。那天下午，我站在二樓走廊盡頭的窗邊，看着天井裡那棵龍眼樹，樹齡很老了，主幹粗過水桶，樹皮皴裂如鳩殼，枝葉卻旋茂盛，一串串青色的龍眼掛在枝頭，沉甸甸的。樹下擺着三塊青石板，拼成一個不規整的圓形。石板上長着厚厚的青苔。六姑歲阿媽以前就坐在那裡剝荔枝，可現在是8月，龍眼樹沒熟透，荔枝已經過季了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阿媽走的那天，我放學回家，灶間的瓦煲裡旋溫着豬腳薑，她常用的那紫搪瓷杯倒扣在碗具上，杯底壓着一張字條，字條上寫的是：玉蓮。馬走啦，你好好照顧自己，子族唔好摘。字條背面畫了一個圈，圈裡點了一個點。當時我以為是他隨手畫的句號，現在想起來，那個圈，那條路，像極了我肉族內側那道暗紋的形狀。我在窗邊站到日頭西沉，天井的光一寸一寸退去，龍眼樹的影子被拉長，斜斜地投在西廂房的外牆上，枝丫的影子像手指。一根一根爬在窗棂上，我正要轉身回房，餘光掃到天井的石板地上，那三塊青石板中間，不知怎麼時候多了一枝剝了一半的荔枝，殼是完整的，分成兩半，肉露在外面，核上乾乾淨淨，一絲果肉都沒沾。我猛地抬頭看向四周，天井裡空無一人，灶間的煙囪沒冒煙，偏廳的門旋鎖着，二樓的窗戶只有我這一扇開着。那紫荔枝孤零零地躺在石板上，像是有人剛剝好放在那裡。船帶着水汽，我快步下樓，跑到天井裡蹲下來看那紫荔枝，果肉已經有些氧化，邊緣微微發黃，但剝口處旋濕潤着。我捻起那片被剝開的殼，殼內壁有一道尖尖的黑痕，用手指抹開灰塵，看見一個字，筆畫歪歪扭扭，像是用指甲挖上去的。走。我手裡的殼啪地碎成兩半，天井那頭的走廊深處傳嚟一聲輕響，像雜麼小物件掉在地上，彈了兩下滾遠了。我站起來看過去，走廊盡頭空蕩蕩的，只有穿堂縫沿着長根流過來，吹得我裙擺貼在小腿上，風裡有股檀香味，比六姑身上的更濃，濃得像是剛從香爐裡刮出來的。我攢緊那隻碎掉的荔枝殼回到二樓，推門進房時，樟木盒子的盒不知何時打開了，銅鎖和藥匙旋躺在絨布上，可那張照片不見了。我翻遍整個盒子，掀開絨布檢查夾層，怎麼也沒找到。我蹲在地上喘氣，抬頭時看見窗台上那隻青花瓷瓶，瓶口的紅紙封得好好的，但瓶身似乎比早上偏了一點點，朝窗戶的方向轉了不到一寸。我走過去把瓷瓶轉回原位，手碰到瓶身時，聽見裡面傳出極其細微的聲響，像幾粒米在瓶底滾動，滾了幾圈，歸於沉寂。我退後兩步，坐在床沿上，左手腕的肉軸忽然收緊了一瞬，像被人用手指捏了一下。我低頭看，軸子內側那道暗紋，在這一天終於繞滿了整圈，頭尾相接，合成一個閉合的圓。紅繩上的銅剪恰好壓在接口處，銅剪邊緣滲出一點暗棕色的鏽跡，滲在我皮膚上，像一滴乾了的血。窗外天徹底黑了，龍眼樹的影子看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片沉重的夜色，壓在天井上面，沉得連風都吹不動。第4章7月14，暗紋合攏那夜，我整晚沒合眼，續子套在腕上不從不緊，可每一次脈搏跳動，
內側那道閉合的圓痕就像有東西跟着搏一下，敲在我腕骨上，篤篤篤。我把手臂擱在枕頭上，側身躺着，聽見窗外龍眼樹的葉子被風吹得哇哇響。可那晚根本沒風。第二天早上，六姑嚟敲門時，手裏端的是一碗白粥和一對蒸餃。他看見我眼底的烏青，沒多問，只閱了一句：今晚係7月14，你唔好出房。他彎腰放粥碗時，手腕上那條紅繩平安列又換了一條新的，編得比之前更密，銅剪也更大一圈。我注意到他脖子上多了一條弓繩，蔥衣領裏垂出來，底下存着一粒用黃紙折成的三角褲。我問他7月14顧家有怎麼講究，他把蒸餃擺正，頭也不抬。顧家為呢條村，年年7月14都攰燒街衣，門口擺三生，天井撒香粉。你房門口我繪放一碗清水，入夜之後你鎖好門，聽見乜嘢聲都唔好開。佢聽到乜嘢？六姑直起身看我，眼睛下面是兩道深深的淚溝，像被人用刀挖出來的。他說：你唔佢想聽到。然後端着托盤走了。他出門時未把門帶上，留了一條三指寬的縫，光從走廊透進來，落在床前的地磚上。地上那道光裏浮着細細的塵色，起起落落，像一群小飛蟲。我白天未下樓，窩在房裏把那把銅鎖翻嚟覆去看了很多遍，鎖梁上顧振永核4個字被我用指甲描了好幾次，越描越覺得底下旋有一層黑痕，不話比上面這痕更細，像被人刻意磨掉了。我把鑰匙插進鎖孔試了一下，鎖芯咬合得緊，轉不動，像裏面卡了雜麼東西。我又拔出來，鑰匙上沾了一層黑灰，放在鼻尖聞，有股燒鍋子剪的味道。下午太陽偏西時，樓下開始忙碌起來，六姑的聲音斷斷續續從灶間傳嚟，指揮着誰搬桌子、擺香爐、分紙錢。我在窗邊往下看，天井裏多了2個中年婦人，穿着深藍布衫，頭髮用銀簪盤得緊緊的，是我不認字的面孔。他們在龍眼樹下鋪開一張紅塑料布，布上放了3碗白飯、3杯酒、3塊腐乳和一隻燒過的雞。六姑蹲在旁邊疊紙剪，一張一張折成元寶的形狀，動作麻利得閉着眼都能做。何月晶沒有出現，阿爸也沒露臉，整個顧家老宅像是被六姑一個人撐起來的。他折完紙剪又去灶間端了一盆水，洗在天井4角，每洗一處念一句，隔着2層樓我聽得不全，只斷斷續續飄上嚟幾個字：過路君子唔好停留，有飯食飯，有剪屎剪。我縮回腦袋，把窗戶關嚴，老式木窗的插銷生鏽了，用力一拉才扣上，窗玻璃烏蒙蒙的，外面的天井模糊成一團暗綠的色塊，龍眼樹的影子在玻璃上晃來晃去。傍晚6點半，天還亮着，六姑端了一碗清水放在我房門口，她把碗擱穩，又敲了3下門板，聲音不高不低。入夜之後，任何聲都唔好理。我應了一聲，聽見她的腳步聲往樓梯口去了，越來越輕，最後消失在1樓某個角落裏。我坐在床上等天黑，那碗清水放在門外，我透過門縫能看到碗緣反着一點光，水面平靜得像一塊玻璃。我手裏攢着那把銅鎖鑰匙，鑰匙齒痕割着指腹，涼意透進皮膚。天黑得比我想象中快，7點過後，窗外最後一片暗紅的光被吞掉，整間屋子沉進墨汁一樣的黑暗裏。我沒開燈，怕燈光從門縫透出去招來不該招的東西。床頭那隻銅台燈成了唯一的暖色，光印只照到枕頭邊緣，房間大半旋陷在暗處。我把那盞燈扭到最暗，靠着床頭坐着，膝合拳起來，手搭在肚子上。懷孕快3個月了，小腹旋沒有明顯變化，但胃裏偶爾會有一種奇怪的抽動，像有雜麼東西在裏面翻了個身。樓下傳來聲音，先是六姑念經的調子，拖得長長的，像舊時人家辦喪事時請的師姑唱的口白，聽不清字句，只有音調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衝上來，然後有燒紙的氣味從門縫裏轉進來，熟悉的焦糊味，但不暢鼻，裏面旋混着檀香和一種越不上來的甜糯氣息，像熟透的果肉爛在泥裏。我在黑暗中坐了很久，樓下念經聲慘尖低下去，燒紙的氣味也淡了。我以為差不多要收場了，剛鬆了口氣，門外忽然響起一聲輕響，啪嗒，像小石子丟進水裏，緊接着是第2聲，啪嗒，
然後是一串聲音，啪嗒啪嗒啪嗒，像有人在門外赤着腳來回走。腳步從走廊一頭走到另一頭，又折回來，停在我門口，停了3秒。碗裏的水被雜麼東西碰了一下，燙揚開嚟，貼着門縫輕輕潑濺的聲音清晰得像是有人趴在門外往裏吹氣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動。門板薄，走廊的動靜隔着木頭傳進來，格外清楚。那腳步聲停了一陣，又響起來。這次是走遠的，往樓梯口的方向去，一步一步下樓梯，聲音越來越沉，最後融進一樓那片黑沉沉的寂靜裏。我慢慢呼出一口氣，手指重開被自己讚皺的床簷，正準備躺下去，忽然聽見門口那碗清水裏傳嚟一聲吸輕的響動，像有東西從碗底浮上來，破開了水面。我猶豫了半分鐘，最終還是下了床，赤腳走到門邊，蹲下來把耳朵貼在門板上，門縫外的地面雜麼也看不見，碗裏的水聲也停了。我慢慢伸出手指，撥開門鎖，把門拉開一條縫，那碗清水就放在門檻外面半尺的位置。月光從走廊盡頭的窗戶照進嚟，把碗裏的水映成一片銀白，水面上浮着一片龍眼葉，葉子中間蜷着一小節公式的東西。我用指尖把它粘起來，是半根工程，編法和六姑給我的平安列一模一樣，只是這節斷口無措，像被人用力扯斷的。成尾沾着水珠，在月光下亮晶晶的，像滲出來的血。我捏着那節工程凝神的功夫，走廊盡頭那扇窗戶忽然啪地關上了，窗線合攏的聲響在空曠的2樓裏燙出回音，震得我耳朵裏嗡嗡作響。緊接着樓下傳來六姑一聲急促的低喝，像在喝止雜麼東西，之後又很快被掐斷，整間宅子陷入死寂。我退回房裏，關上門，插好鎖，手裏那節工程沒敢扔，放在樟木盒子裏，夾好夾子。那碗清水我拉了回來，擱在門內的地磚上，水面已經平靜了，月光照不進嚟了，碗裏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暗色。後半夜我始終半夢半醒，中間有一次我徹底清醒過嚟，發現床頭台燈的光不知何時變成了青色，燈罩是黃銅的，不可能發出青色的光，可那一刻整間房確實籠罩在一層淺青灰的光暈裏，像月光透過一層綠色的玻璃紙。我伸手去摸台燈的開關，指尖碰到燈罩，燈忽然滅了，房間重新沉入黑暗。黑暗裏我聽見一個聲音，很輕很近，像是貼着我的耳廓月的玉蓮走啊，是女人的聲音，嗓音沙啞，語調拖得很慢，像從很遠的地方傳過嚟。尾音落下去之後，房間裏浮起一陣檀香氣味，比六姑身上的濃10倍，濃得我喉嚨發緊，幾乎喘不上氣。我捂着嘴縮在被子裏，全身發抖，肉軸貼着碗骨，涼得像是剛從冰窖裏取出來的。我把它貼在心口捂着，捂了很久才感覺到一點溫度，可那溫度不是我的，是它自己暖起來的，像有根燒工的鉗從玉石裏面透出熱氣，一點一點滲進我的皮膚。天快亮的時候，我終於睡着了，夢裏有人牽我的手，帶着我走一條很窄的路，兩邊長滿野草，草尖上掛着露珠。走在前面的身影穿着碎花衫，紮一條孖辮，腳步輕盈得像在跳舞。他一次也沒回頭，可我知道他是誰。我醒嚟時晨光已經照進房間，窗玻璃外面的天空是乾淨的灰藍色。我坐起來，看見門口那碗清水不知雜麼時候被挪到了房間正中央的地磚上，碗裏的水少了一半，碗底沉着3粒白米，米粒泡脹了，像是浸了很久。我下床去看，蹲在碗邊伸手撈那3粒米，指尖碰到水面的一瞬間，玉軸忽然發出一陣輕微的震動，像有人隔着玉石敲了3下，咚咚咚，那震動順着碗骨傳上來，過了好幾秒才慢慢消散。我擰在原地，看着碗底那3粒米在水裏慢慢沉下去，每一粒都沉到碗底的正中央，排成一條不直的線，指向門口的方向。第5張荔枝樹下，那3粒米在碗底排成一條線，指向門口，像在告訴我該往哪個方向走。我蹲在碗前看了很久，米粒泡了一夜，邊緣已經發軟，可那條線始終沒散。哪怕我輕輕吹了一口氣，水面動了動，米粒搖晃幾下，又落回原位。我把碗端起來，把水倒進洗臉盆裏，3粒米沾在碗底，我用手指摳下來，擱在窗台上晾着。六姑沒月那碗水要怎麼處理？
我不敢亂扔，也不知道留着做雜麼，只能暫時放在那裡。那天早上顧家出奇地安靜，未有六姑送早茶的腳步聲，沒有何月晶在樓下說話的聲音，連天井裡那棵龍眼樹上的鳥都不叫了。我開了房門探頭看走廊，空蕩蕩的，只有盡頭那扇窗戶開着，晨風灌進來，吹得窗簾微微鼓起又落下。我走到樓梯口往下看，一樓靜聽未人，天井的石板地上旋流着昨晚燒紙的痕跡，一圈黑灰圍成半弧形，邊緣撒着一層白色的香灰。六姑從灶間出來時，手裏端着一碗熱豆漿和一碟炒麵，她抬頭看見我站在樓梯上，讀了一下，然後說：你落嚟食，今日日頭大，出天井曬下。我從未引六姑主動叫我去天井坐，她端着豆漿放在龍眼樹下的石板上，又回去搬了一張矮竹椅，椅面上鋪着舊棉墊。我坐下去的時候，樹蔭剛好罩住我頭頂，陽光從葉縫裡漏下來，碎銀一樣灑在肩上。六姑蹲在灶間門口洗碗，側着臉對着我，像在看我又不像在看我。我端着豆漿慢慢喝，炒麵旋熱着，蝦米和芽菜炒得乾爽，火候正好，可我沒多少胃口。昨晚的事還倒在心口，那半截紅繩，那碗清水，那聲讓我走的叮囑，全都攪在一起，像根刺卡在喉嚨裡。龍眼樹底下那三塊青石板昨晚被擦洗過，苔蘚刮掉了一層，露出石板本來的顏色。我低頭看，石板上隱約有道划痕，很尖，像被雜麼東西拖過。我用腳擤了擤，划痕順着石板的邊緣延伸到樹根底下，消失在泥土裡。樹根旁邊堆着昨夜燒淨的紙灰，灰燼裡摻着幾顆沒研盡的米粒，已經焦黑了。六姑洗完了碗，走到樹下，在我旁邊的另一塊石板上坐下。她今天穿着那件舊香雲紗衫，手腕上的紅繩平安結換成了新的，銅剪慘身發亮。她坐下後沒看我，把目光投在樹梢上，像在看那些青色的龍眼。你尋晚聽到嘢？她問。我點頭。她沉默了一陣，然後說：聽到乜嘢？有人叫我走。六姑的手指在膝盒上彈了一下，像被雜麼東西扎了。她低頭看自己的指尖，指腹上旋沾着洗碗的水漬，風一吹就乾了。她說：嗰個聲係女聲。係。你啱嗎？我搖頭，我唔知，但係佢識叫我名。六姑的呼吸沉了一下，她把手掌翻過來，掌心朝着天，像在接樹葉間漏下來的光。她說：顧家呢間屋百幾年來死過好多人，有啲係病死的，有啲係老死的，有啲係，她讀了讀，把掌心合上，有啲係自己唔想活嘅。每一年7月14，屋企人都會燒家衣，話係俾過路嘅先人食，但其實顧家燒家衣係燒俾顧家自己嘅人。顧家自己嘅人？顧家早上做棺材鋪，後來轉了公木。你估紅木鋪咁易轉？棺材鋪欠落嘅嘢，做幾代紅木都算唔清。他站起來，拍了拍褲腿上的灰。你指續就係其中一筆債。他說完這話就轉身回了灶間，留我一個人坐在龍眼樹下。陽光曬在肩膀上開始發燙，豆漿喝完了。空碗擱在青石板上，碗底殘餘的豆渣在慢慢風乾。我低頭看着手腕上的玉竹，竹子在日光下通透得像一塊冰，內側那道暗紋閉合之後就沒再變化，整圈環繞，看起來像天然長在玉石裡的一條細線。可我摸得到它的微微凸起，像一道傷口結疤之後留下的痕跡。六姑碎竹子是顧家的，是顧庭生阿瑪的。那阿瑪當年帶這紙竹子的時候，她也是這樣的嗎？船是遇這紙竹子到了我手上，才開始活過來。我在樹下坐了大半個上午，直到日頭升到頭頂，龍眼樹的影子縮成一團，音量越嚟越少。我搬着竹椅回屋，經過灶家門口時，看見六姑蹲在灶台後面燒雜麼東西，火光映在她臉上，她的嘴唇一脹一合，又是在念那些我聽不全的詞。火盆裡燒的是一沓黃紙，紙灰翻飛起來，飄出灶間的窗，落在天井的青石板上，被風一捲就散了。我上樓回房，關上門，把那把銅鎖充將木盒子裡拿出來。昨晚的藥匙旋插在鎖孔裡，我試着擰了一下，旋是轉不動。
我又對着光看了一遍鎖梁上那4個字：孤鎮永合。這次我發現永字最後一筆比其他的筆畫略粗，像是後來被人補描過的。我用手摸了一下，果然指尖沾上一層黑灰，底下的黑痕比上面尖了一截。黑的是另一個筆畫。我翻出抽屜裏半截鉛筆，削尖了尖，把紙蒙在鎖梁上輕輕托，鉛筆灰填進黑痕裏，字跡慢慢顯出來。上面那層是孤鎮永合，四四方方，筆畫端正。下面那層只托出了半個字，但輪廓很清楚，是忘字的上半截。我擰在那，鉛筆從手裏滑落，滾到床底下去了。我趴下去撿，床底黑漆漆的，雜麼也看不見。我伸長了手臂去摸，指尖碰到一個軟軟的東西，像一截布條。我曳出來一看，是一根舊式佛帶，深藍色的綢面已經褪成了灰，邊緣磨得起毛。帶子中間繡着一朵石榴花，花蕊是公式的絲線，雖然褪了色，船印若能認出顏色。佛帶上有一股氣味，淡淡的，和昨晚我聞到的那陣檀香混着甜柚果香一模一樣。我把它攤在床簷上，翻來覆去地看。佛帶尾部用黑線繡了3個小字，鉗腳細密，陳月常。我又一次在這個房間裏摸到亞瑪留下的東西，床底那紙張木盒子是他放進去的，或者至少盒子裏的銅鎖和照片曾經屬於他。那這張床呢？這間房呢？他當年是不是也在這張酸枝木床上躺過，在這扇東窗下坐過，和我一樣看着天井那棵龍眼樹發呆？我把佛帶疊好放進張木盒子，合好夾子，把盒子移到枕頭旁邊。我把手放在盒面上，溫度從掌心傳下去。木頭是亮的，但亮得很安靜，不像獄卒那種鑽骨頭的寒。下午3點左右，有人敲我房門，敲門聲短而輕，2下就停了。我開門，門外站着一個不認字的婦人，穿藍布衫，頭髮銀簪盤得緊實，是昨晚來幫忙燒家衣的其中一個。他手裏端着一碗公糖薑茶，熱氣升騰，薑味暢鼻。六姑叫我送嚟嘅，辛苦有人要補氣血。他把碗菜進我手裏，轉身就走。我喊住他：阿嬸，你貴姓？他沒回頭，邊走邊說：我姓梁，住村口。六姑叫我得間幫下手。他的步速很快，下樓梯時身影一晃就不見了，只剩薑茶的熱氣在我面前一圈一圈散開。我把薑茶端回房裏喝了一口，糖放得多，甜得乏膩，但薑的辣勁夠足，喝下去胃裏暖烘烘的。我坐在床邊小口小口喝着，目光落在窗台上那隻青花瓷瓶上，瓷瓶口那層公紙封得好好的，瓶身也沒再轉動，但瓶底點着的那圈煎碟裏多了1粒米，孤零零地躺在一小汪清水裏。那米粒是白色的，圓潤飽滿，不像是昨天撒香粉時落進去的。我走過去看，碟裏的水很清，能看見米粒表面有一道極細的裂痕，像被掐了一下。我蹲下來平視着瓷瓶，瓶身那層青花又在日光下幽幽發光，繪的是一幅山水，山腰上有一座小亭，亭子裏坐着一個人形，線條簡略，只能看出是個穿長衫的人影。我忽然想起來，西廂房那隻瓷瓶繪的是牡丹花，這一紙繪的是山水。2間房，2紙瓶，一個繪花，一個繪人。六姑換房時把這紙瓶帶過來，又往裏面塞了米，封了紅紙。於是當一當，當的是誰？當的是雜麼？樓下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然後是何月晶的喊聲：六姑，六姑，你嚟睇下。灶間嘅水缸，聲音斷在那裏，像被雜麼東西誤住了。我把薑茶放下，走到樓梯口往下看，何月晶站在灶間門口，臉色煞白，一隻手捂着嘴，另一隻手指着灶間裏頭。六姑從正廳趕過來，走進去看了一眼，雜麼也沒月，轉身出來時手裏端着一隻搪瓷盤，盤裏盛着半盆水，水面飄着幾片柚子葉，葉子上沾着紅褐色的粉末。六姑把盤端到天井，潑在龍眼樹根底下，水滲進泥土的速度極快，幾乎剛落地就看不見了，只留下一片濕印子。何月晶站在灶間門檻上，腳沒邁出來，聲音發顫：邊個放進去嘅？你今朝先洗過水缸？邊個？冇人放。六姑打斷他，把空盤擱在石板邊上，水缸自己生嘅。何月晶的臉更白了，白到嘴唇和臉色差不多。他看了我一眼，
那一眼裏沒有平時的冷和譏諷，只有一種我從未在他臉上現過的慌亂。他轉身回了灶間，把門帶上了。六姑站在龍眼樹下，抬起頭看了看樹冠，又低頭看了看地下那片乾潑過水的水漬。他蹲下來，用手指在濕泥上挖了一下，沾起一點那紅褐色的粉末，搓了搓，放到鼻尖聞了聞，然後他站起來，拍了拍手，朝二樓望了一眼。我看見他在看我，隔着天井的距離，他的嘴唇磨聲地動了一下，我認出了那個口型。他在說你亞馬。第六章水缸生鏽。六姑在天井底下仰頭看我的那一眼，像一根鉗扎在我心口。他嘴唇閉上的時候，我整個人像被抽了一鞭子，腿一軟，扶着樓梯扶手慢慢蹲下來。灶間的門關着，何月晶沒再出來。六姑轉身進了灶間隔壁的柴房，沒再抬頭看我。我在樓梯上蹲了好一會危才站起來。回房間的時候腿旋是軟的，坐到床沿上，手搭在肚子上，心跳得又重又亂。那盤潑在龍眼樹根底下的水，水面上浮着柚子葉，葉片上沾着紅褐色的粉末。六姑吻了之後，越是我亞馬。亞馬走了幾年了，他的東西潰留在顧家灶間的水缸裏。船是月，留下那些東西的根本不是活人。我不敢往下想。那天下午的太陽很烈，曬得東窗的玻璃發燙，隔着窗簾都能感覺到外面一層熱浪。我沒開窗，也未下樓，坐在房裏把那根髮帶翻來覆去地看，綢面已經脆了，稍微用力就潰裂開。我把髮帶沿着繡花石榴的邊緣折好，重新放回盒子裏，同鎖鑰匙也放進去。那把鎖仍然令不動，可每次我伸手摸它，指腹都能感覺到一股吸錢的震動，像鎖心裏有雜麼東西在輕輕敲擊。黃昏的時候，六姑嚟送飯，端了一碗豬骨湯和一小碟豉油雞。他把托盤放在桌上，轉身要走，我拉住他的袖子。六姑，你同我講清楚，水缸入面嗰啲嘢到底係咩意思？他停下腳，背對着我站了好一會危，香雲紗衫的肩線微微塌着，他的脊背彎了一個很小的弧度，像肩上壓着雜麼看不見的重量。他終於轉過身嚟，在桌邊的矮凳上坐下，兩隻手疊在膝盒上，指尖刨在一起。你亞馬同顧家嘅關係唔係你諗咁簡單。他抬起頭看我，眼睛裏的光暗沉沉的。佢唔禪只係顧廷生亞馬，佢仲係乜嘢人？六姑的嘴唇抿緊了，下巴掹出一道筋。他搖了搖頭。我淨係知道30年前嗰個7月，佢來顧家圍住了7日。第7日天黑之後，佢走咗。第二日一早，顧家嘅水缸入面就浮住一撮紅褐色的粉末，同今日一樣。嗰啲粉末係乜嘢？六姑低頭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係朱砂，混咗血。舊時啲人用嚟話符鎮邪，亦有人用嚟留信息。你亞馬走之前，將嗰啲嘢放進水缸，係話俾顧家人知，佢船潰返嚟。他抬起頭看我，佢當年走咗之後，再冇返過顧家。但係每一年7月14，水缸都會重新生出一層公粉，年年如是，直到今年。我喉嚨發緊，今年呢？今年唔同。六姑的聲音低下去。今朝嗰盆水係我自己洗過水缸之後，第二日又生出來嘅。之前每年都只生一次，今年他停住了，手指刨得更緊，指節泛白。今年已經生了3次，一次比一次多。他的話像一盆冰水從頭淋到腳，我攢緊自己手腕上的玉燭，燭身的冰亮順着掌心傳遍全身。3次，我進顧家才幾天，水缸裏的朱砂就生了3次。亞馬在催我，或者月有雜麼東西在用亞馬的印記在催我。六姑站起來，拍了拍衣擺，你最近有冇覺得個肚唔舒服？我搖了搖頭，又點了點頭。為你那陣時不時的抽動又來了，像小魚在腹中轉了個身。六姑看了我一眼，目光落在我小腹上，停了2秒，然後說：你肚入面嗰個可能唔淨係顧廷生嘅。我耳朵裏嗡的一聲，他沒等我反應，轉身走了出去。報紙賣得很快，像怕自己再睡下去，門在他身後合上，鎖匙咔嗒一聲咬進槽裏。我在房裏站了很久，大腦一片空白。雜麼叫可能唔淨係顧廷生嘅，
這孩子難道船有別人？那晚在茶室裏只有我和他，沒有第三個人。可六姑不是亂說話的人，他40年來在顧家做幫傭，怎麼該越怎麼不該碎，他比誰都清楚。他既然越了，就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低頭看着自己的小腹，平坦的，看不出任何變化。我用掌心貼着肚皮，溫熱透過衣服傳上來，脈動在皮膚下面鼓跳着，一種奇異的感覺從胃底浮起來，像有個聲音在身體深處輕輕應和着我手腕上的肉軸，一樣的節奏，一樣的溫度。那晚我沒吃東西，豬骨湯涼了，豉油雞凝出一層白油。我坐在黑暗中，把手搭在肚子上，聽着窗外的聲音。顧家老宅入夜之後有一種獨特的靜默，不是完全的安靜，而是那種被蟲鳴和鳳聲包裹着的沉甸甸的死寂。龍眼樹的葉子偶爾沙沙響一下，像有東西在樹冠裏翻了個身。大約10點鐘的時候，我聽見走廊裏有人走路，腳步聲很輕，是那種赤腳踩在木板上的聲響，啪嗒啪嗒，一步一步從樓梯口方向走過嚟，經過我的門口，沒有停，往走廊盡頭的方向去了。我屏住呼吸聽那腳步聲遠去的方向，是顧庭生房間那一邊，可那步子細碎而急促，不像他平時輪椅碾地的聲音，也不像六姑那種沉穩的腳法。我悄悄把門開了一條縫，走廊裏黑漆漆的，盡頭的窗戶關着，窗簾垂下來，月光被擋在外面。走廊中間的地板上有個影子，細細的一條，像是從門縫漏進去的光照出來的，可那影子在動，一點一點往前挪，像一條蛇在爬。我猛地關上門，背靠着門板喘氣，肉軸又開始微微發熱，不是之前的冰涼，是一陣溫吞吞的熱氣從玉石裏滲出來，像有人把竹子捂在手裏暖着。我攢着碗子站在原地，等心跳慢慢平復。那晚後半夜，我做了個很長的夢，夢裏我站在一條河邊，河水渾黃，對岸有一棵很大的龍眼樹，樹底下坐着一個穿碎花衫的女人，她背對着我，在剝荔枝，動作很慢，剝2下就停一停，像在等摘麼人。我喊她阿媽，她不回頭，只是把剝好的荔枝一顆一顆放進旁邊一隻青花碗裏，碗是滿的，堆成一座小山，可她旋在一顆一顆地剝，像是永遠剝不完。我涉水過河，水很尖，只到腳踝，但河底有黏滑的泥，走一步陷一步。我走到對岸時，她忽然站了起來，手裏旋攢着一顆沒剝完的荔枝。她轉過頭來，我看見她的臉，確實是亞瑪，眉眼一模一樣，可她臉上沒有血色的，嘴唇發青，眼睛底下一圈烏黑，像在水裏泡了很久。她看着我，嘴唇動了動，我湊近去聽，她啜的不是酒，是另一個字躲。她啜完那個字，把手裏那顆荔枝扔進河裏，荔枝在水面上浮了一下，沉下去不見了。然後她轉過身，慢慢走遠，碎花衫的下擺被風吹起來，露出她腳踝上繫着一根弓繩，和我手上那根一模一樣。我驚醒時一身冷汗，窗外的天還是黑的，屋裏一點光都沒有。我伸手摸床頭台燈，摸到開關擰下去，燈亮了，黃銅罩映出一圈暖光。我低頭看手腕，紅繩平安列船繫得好好的，銅剪貼着皮膚，溫溫的。玉軸內側那道暗紋閉合如初，但軸身整體變得比以前透亮了一些，像被水洗過一樣。床頭的樟木盒子合着，我伸手打開，那把銅鎖靜靜地躺在絨布上。我鬼使神差地拿起鑰匙，又往鎖孔裏插了一次，這次沒費雜麼力，鑰匙緩緩轉了半圈，咔嗒一聲，鎖彈開了，鎖心裏掉出一小卷紙條，泛黃發脆，捲得極緊，像塞進去很多年了。我用指甲小心翼翼剪開，紙面折痕深得像鳩殼，紙條上用毛筆寫着一行字，字跡清秀端正。7月17，荔枝樹下，人時3刻，有人等你。落款是月常，日期是丙申年7月16，也就是月。這張紙條是我亞瑪，或者月和我亞瑪同名的那位顧家舊人，在56年7月16塞進鎖裏的。他在裏面藏了30年，等着有人用鑰匙打開。而明天就是7月17，我攢着那張紙條坐在燈下，手指在發抖，紙面邊緣已經脆化了。我一用力就掉了一小片石，我趕緊把它平攤在桌面上，用一本舊書壓住，
紙條上的字被燈光照得清清楚楚，每一個筆畫都像刻進木頭裡的刀痕。人時3刻，凌晨4點半左右，明天早上4點半，荔枝樹下，有人等我。佢是誰？亞馬船是別的雜魔人。紙條塞進鎖心裡的年代，我船沒出世，可他偏偏在今年，在我來到顧家之後，在我懷上顧廷生的孩子之後，被打開了。30年前就安排好的一個約定，等到了今天，我坐在那裡一直未睡，盯着桌上的紙條，掃着窗外的天色，黑沉沉的天幕一點一點變灰變青，最後在龍眼樹的樹梢後面泛起一線淡淡的魚肚白。凌晨4點鐘，我披了一件外套，把紙條折好放進衣兜裡，輕手輕腳開了房門。走廊旋暗着，我未有開燈，摸着扶手一步步下樓，經過正廳、天井，推開通往龍眼樹下的那道側門。天井裡旋籠罩着一層青灰色的薄霧，龍眼樹的枝葉在霧裡朦朦朧朧的，樹底下的青石板濕漉漉的，夜裡落了露水。我走到樹下站着，四周安靜極了，連蟲鳴都歇了。我看了看腕上的表，4點25分。我站在那等了5分鐘，又等了5分鐘。天邊的魚肚白越來越亮，霧漸漸散去，露水從葉尖滴下來，落在我肩膀上，冰涼。4點33分的時候，龍眼樹的主幹背後轉出一個人影，他穿着深藍色短衫，頭髮用銀簪盤着，是昨天下午給我送薑茶的那個梁姓婦人。他手裏握着一把剪刀，刃口磨得亮。看見我，他沒越話，只是走到樹下那3塊青石板旁邊蹲下來，用剪刀在石板之間的泥土裏挖了幾下，然後從土裏掖出一紙油紙包，巴掌大小，濕泥裹着，像是埋了很久。他把油紙包遞給我，閱了一句：六姑叫我俾你嘅。佢話你睇完之後就潰明。然後他站起來，拍了拍膝及上的泥，轉身快步走了，身影很快消失在灶間側面的小巷裏。我蹲在龍眼樹下拆開那隻油紙包，裹了好幾層油紙，最裏面是一本巴掌大的舊賬簿，皮面是暗公式硬殼，書脊已經散了，用白棉線重新縫過。翻開第一頁，上面用鋼筆寫着顧記壽木鋪，歲次甲5年流水簿。底下另有一行小字，墨水顏色不同，像是後來添上去的，兼錄故事婦人生死錄。我捧着那本賬簿，手心全是汗，霧散得差不多了。天井裏慘慘亮起來，二樓東邊的窗戶忽然推開，六姑探出半身，朝樹下望了一眼，隔着一整座天井的距離，他的視線和我對上，他沒有越話，只是點了點頭，然後合上了窗。第7張壽木賬簿，我把那本舊賬簿取進懷裡，快步回了2樓。進房之後鎖好門，把賬簿攤在桌面上，壓平捲翹的書脊，暗公式的硬殼封面已經被歲月磨得光滑發亮，邊緣翻起一層薄薄的毛刺，像被無數雙手翻越過。我深吸一口氣，翻開了第一頁，鋼筆字是繁體豎排，筆畫端正卻帶着一股急速的傾斜，像是在趕時間寫下的。甲5年，1894年，那一年船在光緒朝，顧記壽木鋪在番禺開了第7個年頭，流水賬記得很細，幾月幾日進了幾副杉木板，幾月幾日出了幾口棺材，收了多少銀錢，賒了多少賬目，都一條一條列得清楚。頭10幾頁都是尋常的生意流水，酸枝、柚木、楠木、進價賣價、工錢運費，跟任何一間老鋪頭的賬本沒勾別。直到翻到20頁之後，賬目的筆跡忽然變了，前面那種急速傾斜的鋼筆字被替換成一種端端正正的楷書，墨水也換了，從藍黑變成暗紅褐色的，像是三了雜麼東西。頁眉上不再記棺材生意，換成了4個字：婦人名錄。底下按年份列着一條一條記錄，每一條都寫着一個女人的姓名、年齡、進顧家的年份，以及離世的年份和緣由。我的手開始發抖。第一手名錄的日期是光緒21年，月尾，寫的是王氏，年19，光緒17年入顧家為妾，光緒21年產子後血崩而亡，葬於顧家為後山。第二頁，光緒23年，李氏，年22，光緒19年入顧家為田房，光緒23年投井自盡，屍身3日方浮，葬於顧家為後山。第三頁，光緒25年，周氏，年18，
光緒21年入顧家為婢，光緒25年難產而亡，母子驅沒，葬於顧家為後山。我翻得越嚟越快，一頁一頁，一個名字一個名字，全部是女人，全部是進了顧家之後幾年納死去，死因大同小異，產子、血崩、頭井、自縊、吞金、落水，沒有一個活過30歲。每一條記錄底下都附着一行小字，寫的是童所克名，永不得出。我猛地抬頭看向床頭的樟木盒子，那把童所還靜靜地躺在絨布上，鎖梁上的顧贈永合4個字像在黑暗中發着幽幽的光。我繼續往後翻，名錄一直記到民國37年1948年，一共列了17個名字，17個女人，17種死法，每個人的死因底下都寫着那6個字，童所克名，永不得出。我把賬簿翻到最後一頁，那上面的筆跡換了，變成了一種細瘦的鋼筆字，和照片背面陳月常3個字的筆跡一模一樣。最後一頁只寫了3行字，沒有名字，沒有年份。顧家之苦，皆以童所云。所開則雲散，所合則新囚。吾今將所藏於盒中，留若與後人。若有人持此俗而來，便是吾女。吾女見所，當知如何？落款：陳月常，丙申年7月15。我坐在桌前一動不能動，紙頁上的字像一群螞蟻在眼前爬來爬去。我使勁眨了好幾次眼，才重新聚上焦。17個女人死在顧家後山，每一條記錄都寫着童所克名，永不得出。這把童所不是定情信物，不是分嫁陪嫁，是所云的。顧家用這把鎖把嫁進門的女人困住，鎖在顧家的地界裡。生是顧家的人，死是顧家的鬼，魂魄也走不出顧家圍。後山那片粉地，埋了17個活不過30歲的女人。我低頭看着自己的手腕，肉續貼着皮膚，淡青色的玉石在燈下剔透得像一層薄冰。我忽然理解了怎麼叫俗子不能摘。這隻俗子不禪是認襯的信物，它是一把鑰匙，用嚟開那把童所的鑰匙。它和那把鎖是配對的，可亞瑪留下的字條上閱：所開則雲散，所合則新囚。所開，童所里的人就散了；所合，帶俗子的人就被困住。那我現在算什麼？我帶了俗子，我打開了鎖，那張紙條從鎖心裏掉出來的那一刻，鎖已經開了。那鎖住的17個雲散了嗎？船是月，打開的鎖反而把我自己也圈了進去。我把賬簿合上，用手掌壓住封面。閉上眼，腦子裏轟轟作響，像有人在天井裏打鼓。我喚了很久才睜開眼，重新翻開賬簿，翻到民國那一部分，食指順着名錄一行一行往下挖，一直挖到最後一頁之前那行字，是1948年的記錄，寫着一個名字：陳月常，年21，民國35年入顧家為婦，民國37年7月17離世，難產，一屍兩命，葬於顧家為後山。我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，像被人釘死在那裡。1948年，陳月常，21歲，難產，一屍兩命。那他不是顧廷生的亞瑪嗎？顧廷生今年大概30出頭，他亞瑪怎麼會是1948年死的？那時候顧廷生根本還沒出世。不對，6姑越過，顧廷生亞瑪叫陳月常，可1948年死的這個陳月常，死的時候一屍兩命，肚裡的孩子也沒活下來。那顧廷生是誰生的？他的生母又是誰？船是月，這個陳月常不是顧廷生的亞瑪，而是顧家另一個姓鄭的女人。我頭痛得像要裂開，名字一樣，年份對不上。亞瑪留給我的字條又月，若有人持此俗而來，便是吾女。他提前30年在鎖心裏留了那張紙條，知道我有一天會帶着這隻俗子回嚟。可如果他1948年就死了，他怎麼知道自己配有女人？他死的時候肚子裏那個孩子沒活下來，那後來的我又是從哪裏來的？我趴在桌上喘氣，胸口壓得透不過氣。窗外的天已經大亮了，日光從東窗照進嚟，照在賬簿打開的那一手上，照在陳月常3個字上。那3個鋼筆字在陽光下泛着一層淡金色的光印，像是墨水裏面沾了金粉。我聽到門外有輪椅的聲音，顧廷生停在我門口，沒有敲門。我等了一個人，站起來走過去開了門。他坐在輪椅上，今天穿着那件白色棉麻襯衫，扣子係到最上面一課。他手裏拿着一紙舊信封，牛皮紙的，
封口封着紅柵，柵上壓了一枚印章，是一紙蝙蝠的紋樣。他抬頭看我，目光落在我臉上，停了一下，然後落在我手裏那本賬簿上。他怎麼也沒閱，只是把信封遞了過來，我接過去。信封很薄，裏面像只裝了一張紙，插封完好無損，說明他沒打開過。綠菇金朝俾我嘅，話係你亞碼留低俾你嘅。他閱，聲音比平時沙啞，像整夜未睡。我問他：你阿媽係邊個？他沉默了很長時間。走廊盡頭的窗戶開着，晨風灌進來，把他襯衫的下擺吹得輕輕晃動。他把目光從我臉上移開，落在走廊地板的木紋上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。我冇亞碼，顧家所有嘅女人都冇亞碼。他推着輪椅轉身要走，我追了一步。你知唔知後山嗰片粉地？你知唔知你阿爸？我知。他停下輪椅，沒有回頭。我知嘅嘢比你多，但你暫時唔好知咁多。他的脊背挺直得像一根扮緊的弦，襯衫底下那道從後頸延伸進頭髮的蜈蚣疤在晨光裏微微凸起。你肚入面嗰個係顧家嘅後，你一定要保住佢，其他嘢等我處理。他推着輪椅走了，輪子碾過木地板的聲響在空蕩蕩的走廊裏回蕩。我站在門口讚着那隻信封，指尖壓着紅柵上那枚蝙蝠印章，柵面微亮，印文清晰，蝙蝠的兩隻翅膀展開，中間夾着一個變體的顧字。我退回房裏，關好門，拆開信封，裏面是一張對折的宣紙，紙字已經泛黃，邊緣被蟲蛀了幾個小洞，剪開嚟，紙上畫着一幅手繪地圖，線條極簡，應該是個村落的平面圖。左上角標着顧家為3個字，底下畫了宅子的輪廓，天井、龍眼樹、灶間、偏廳都標得清清楚楚。宅子後面隔着一片空白區域，畫着幾排小圓圈，每排4個，共5排。圓圈旁邊有一行小字：故事婦人粉，每粉埋銅鎖1把。地圖右下角有一行日期，是丙申年7月15，和賬簿最後一頁的日期一樣。底下還有一行字，用紅筆寫的，在泛黃的宣紙上格外扎眼。7月17，當有新人來。他來之後，銅鎖即碎。碎鎖之日，舊粉皆凍。今天是7月17，銅鎖已經開了。碎鎖之日，是指那把銅鎖碎掉，船是指鎖住的東西碎掉。我站着地圖坐在床邊，心跳快得像擂鼓。窗外龍眼樹的葉子被風吹得沙沙響，日光透過葉縫在天井裏投下搖晃的碎影。我站起來走到窗前往下看，天井裏空無一人。那棵龍眼樹下面，青石板周圍的地面似乎隆起了一點，像底下的土被雜麼東西拱過。石板之間的縫隙比早上寬了幾分，中間蓋着一小片暗紅色的布角，像是從雜麼舊衣服上撕下來的。我盯着那片紅布看了很久。龍眼樹的樹冠忽然猛地晃了一下，整棵樹像被人衝根部推了一把，枝丫嘩啦啦掃過2樓的外牆，幾片落葉捲進窗台，其中一片沾在玻璃上，葉脈是暗公色的，像被血浸過。第8張舊粉階凍，那片暗紅色葉脈的龍眼葉沾在玻璃上，像一隻貼上去的眼睛。我伸手去推窗戶，想把它取下來，指尖剛碰到窗框，葉片自己翻了個面，從玻璃上退落，飄飄搖搖落進天井，落在龍眼樹根旁邊那堆隆起的泥土上。泥土表面那片暗紅色的布角在日光下顯得格外刺眼，像一隻從地底伸出來的袖口。我找着地圖和賬簿衝下樓，天井裏沒人，太陽還沒升到正中，樹影斜斜地鋪滿半邊青石板。我蹲在龍眼樹下，那片紅布角就在腳邊，伸手去撿，布面粗糙，是一種粗棉布的料子，顏色褪成了暗紅褐，像被泥水泡了很多年。布角邊緣有燒過的痕跡，焦黑捲曲，像是從雜麼舊衣服上撕下來的。我翻開地圖對比，地圖上顧家宅子的後牆之外畫了一片空白區，5排圓圈，每排4個，共20個。可我掃了賬簿裏的名錄，從光緒到民國只有17個名字，地圖上卻畫了20個圈，多出來的3個是誰？我把地圖折好塞進衣兜，繞過灶間往後牆方向走。顧家老宅的後牆是一面青磚高牆，牆上爬滿白麗，
藤蔓密得像掛了一層鹿絨簾，牆上有一扇對開的木門，兩扇門板合攏處掛着一條鏽跡斑斑的鐵鏈，鐵鏈上鎖着一把舊式銅鎖，那把鎖比樟木盒子裏的那把大一圈，鎖梁上同樣刻着圖案，像是兩隻蝴蝶頭尾相接。六姑不知怎麼時候站在了我身後，她手裏拎着一隻白鐵皮水桶，桶沿搭着一條抹布。她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那扇門，說：你想入去？我點頭。六姑把水桶放在地上，從圍裙兜裏掏出一根細鐵絲，伸進那把大銅鎖的鎖孔裏撥了幾下，鎖芯咔嗒一聲彈開。她把鐵鏈取下，把兩扇門拉開一條縫，側身讓開一步，入去睇完就出嚟，唔好逗留太耐。門縫裏透出一股陳舊的濕泥氣，混着腐爛植物和某種說不上來的甜腥味。我側身擠進門縫，腳踩進去的一瞬間，感覺地面是軟的，像踩在厚厚一層落葉上。門外的日光只照進幾步遠，再往前就被茂密的雜樹叢擋住了。這是一片荒廢了不知多少年的園地，雜草幾乎齋腰高，樹種雜亂，大葉榕、構樹、野芋頭擠擠挨戰在一起，底下連路都沒有。我用腳撥開草莖往前走，腳下不時踩到硬物，低頭看是碎瓦片和斷磚，有些磚面上還殘留着青灰色的石灰痕跡，像是雜摩建築倒塌後留下的。我在草叢裡走了大約20-30步，雜草漸漸變疏，露出一小片相對平整的空地，空地上排列着幾排隆起的小土包，每個土包前面都插着一根竹籤，竹籤頂端的公漆已經褪盡，被風雨蝕成煎粉色。土包之間長滿蕨類和苔蘚，有些已經被樹根從那部拱裂了，裂口裡露出暗褐色的泥土和碎骨片。我站在第一排土包前面，掃過去，1、2、3、4，第二排同樣4個，第三排4個，第四排5個，第五排只露出3個，剩下一個的位置被一棵大榕樹的根莖複合了，樹根像蟒蛇一樣盤踞在土包上面，把整個粉包吞進自己的身體裡。我在心裡重新掃了一遍，一排4個，5排本來該20個，可第四排多了一個，第五排被樹根夾住了一個，總數全是20個。地圖上的圈和實際數量對得上。我蹲下來仔細看那些竹籤，籤面上印約刻着雜摩。我拔起第一排最左邊那根竹籤，底部沾着黑泥，用指甲刮掉泥層，露出2個字：黃氏。第二根李氏，第三根周氏，和賬簿上名錄的順序一致。我一路拔過去，拔到第四排第5根，就是那根多出來的竹籤，底部的名字讓我愣在原地。顧陳氏，沒有具體名姓，只寫了顧陳氏3個字。落款是卒於共和戊子年。共和戊子年1948年，就是陳玉常去世的那一年。這根籤沒有名字，只有姓。可如果顧陳氏就是陳玉常，那他在名錄上寫着難產，一屍兩命，肚裡的孩子也沒活下來。一個死去的婦人，怎麼會在30年後留下那張紙條、那把銅鎖、那隻玉軸？除非他死的時候，孩子並沒有一起死。我站着那根竹籤站起來，心跳又亂了。陳玉常肚裡的孩子如果活下來了，那孩子應該是誰？1948年生的，今年該有37-38歲了。顧廷生看着不到這個年紀，而阿爸也才50出頭。我忽然想起顧廷生後頸那道蜈蚣疤，蔥衣領一直伸進頭髮裡，不像普通的傷疤，更像是某種舊手術留下的痕跡，或者更早以前就被刻上去的印記。我把竹籤放回原處，繼續往前走。第5排被榕樹根吞掉的那個墳包，樹根之間的縫隙裡嵌着一小塊東西，像是金屬反光。我伸手去救，手指被粗糙的樹皮擦破了皮，最終捏住那塊東西曳了出來，是一把銅鎖，比樟木盒子裡那把更舊，鎖體上鏽跡斑斑，鎖梁已經斷成2截。我把它在衣服上擦了一下，鏽蝕速速往下掉，露出鎖面上一行模糊的字跡，只能認出後半截。某之妻，永不得出。我船沒來得及細看，身後那片雜樹叢忽然傳嚟一陣沙沙聲響，我猛地轉身，只看見草叢頂端晃動了幾下，像有雜麼東西快速轉過去了。我站在原地等了幾秒，沙沙聲停了，四周又恢復了那種被綠植包圍的沉悶寂靜，可空氣裡忽然多了一股氣味，檀香混着甜膩果香，
和我那晚在房裏聞到的一模一樣。我站着那把斷鎖往後退了幾步，腳跟碰到一個硬物，低頭看是一塊半埋進土裏的青石板，石板面上刻着一個大大的錦字，筆畫粗重，像用鑿子一下一下敲出來的。錦字下面旋有一行小字，被泥合住了大半，我只看清頭兩個字：密開。我抬頭環顧四周，這一片空地被高牆和茂密的雜樹包圍着，外面看不見也聽不見。20個土包靜靜地臥在草叢裡，像20張合上的嘴。我把斷鎖取進衣兜，沿路退出去。經過那棵大榕樹的時候，樹冠上忽然落下一隻鳥，卜令令飛走，驚得我往後縮了一步，腳後跟踩進一個淺坑裡。低頭看，坑底鋪着一層暗公式的東西，像是碎朱砂混着乾涸的泥漿，鋪成一個巴掌大的圓形，正中央插着一根白色的雞毛，雞毛直立着，像是剛插進去的。我幾乎是跑着出了那扇後門，六姑還在門外等着，水桶放在腳邊，她坐在一塊石頭上摘一把通菜，看見我出來，把菜放進桶裡站起來，睇到乜嘢？第5排俾樹根壓住嗰個墳係邊個？六姑摘菜的手指停了一瞬，她沒有抬頭，把通菜截成2段丟進桶裡，冇人知。嗰個墳立咗之後冇耐，榕樹就生埋上去，好似唔想俾人睇見佢。他站起來拎起水桶，你手上嗰把鎖係嗰個墳嘅？我攤開手掌，那把斷鎖躺在手心裡，鏽跡斑斑。六姑看了一眼，臉色變了一下，伸手把那鎖接過去，翻嚟覆去看了2遍，然後站在手心裡，合緊了指縫。他說：呢把鎖本嚟鎖住嗰個墳嘅，鎖斷咗，墳入面嘅嘢就走得出來。入面係乜嘢？六姑把鎖收進圍裙兜裡，抬眼看了看我身後那扇門。他說：入面係顧家第一任陳氏，唔係你阿媽，係你阿媽嘅阿媽。他讀了讀，你外婆。我大腦空白了2秒，外婆、阿媽從來沒提過她，阿媽自己的阿媽，我連一張照片都未見過。六姑歲，你外婆姓鄭，嫁入顧家之後生咗一個女，就係你阿媽。你阿媽出世冇耐，你外婆就過身了。佢死之前把玉軸留俾你阿媽，話佢日你有女，帶住佢返嚟。佢知我佢返嚟。六姑沒答，她拎着水桶往回走，步子很慢。圍裙兜裡那把斷鎖落出一個小小的方形輪廓，我跟在她身後。經過天井時，龍眼樹底下那堆隆起的泥土又高了一點，旁邊那塊暗公式的布角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根紮在土裡的白色雞毛，和我在後山墳地看見的那根一模一樣。我站在天井中央，風吹過龍眼樹的樹冠，葉子哇哇響了一陣，然後慢慢靜下來，一切又恢復了原樣。可我知道，這片安靜底下有雜麼東西正在蟲動。那把斷鎖拆掉了最後一道攔阻，舊墳裡的東西正在醒嚟。當天傍晚，六姑在天井裡燒了一盤紙錢，火勢很旺，黃紙一卷一卷捲進去又化開，灰燼揚起來飄滿了整片天井。六姑一邊燒一邊念，聲音壓得極低，只偶爾飄出幾個字。我聽見她說：先人歸位，後人莫驚，有怨報怨，有恩報恩。何月晶站在正廳門檻上看着，手裡端着一杯茶，臉上沒雜麼表情。她腳邊趴着一隻黑貓，是顧家養的，平時充不現影子，今晚忽然冒了出來，蹲在何月晶的繡花鞋旁邊，2隻黃綠色的眼睛盯着火盆裡的火光，瞳孔縮成2條豎線。六姑燒完紙剪，潑了一碗清水在灰燼上，白煙黐地升起來，在天井上空盤旋了一下，被夜風扯散。他站起來拍了拍手，轉身進了灶間。何月晶放下茶杯，彎腰把那隻黑貓抱起來，貼在胸口，貓在他懷裡生了生，喉嚨裡發出一陣低沉的呼嚕聲。他隔着大半個天井看我，嘴唇動了動，聲音不大但清晰。你外婆死之前話過一句乜嘢？佢話顧家嘅債要用顧家嘅血來償。何月晶摸着貓的脊背，目光落在火盆殘餘的青煙上。你估下邊個係債主，邊個係償債嘅？第9章血債血償。何月晶那句話像一把刀插進天井的空氣裡，
插得很深，拔不出來。他越完就抱着黑矛轉身進了正廳，繡花鞋踩在青石板上，一點聲音都沒有。矛尾巴從他臂彎裏垂下來，甩了一下，消失在門框後面。火盆裏的指揮船冒着最後幾縷青煙，風一吹就散沒了。我在天井裏站了很久，龍眼樹的葉子被夜風翻動，露出背面灰白色的脈絡，像無數紫翻白的眼。綠菇灶間的燈亮着，窗子上映出他彎腰的影子，影子的腦袋一點一點，像在琢雜麼東西。我上樓回房，把門鎖好，坐在桌前把那本地圖、賬簿和那張字條重新攤開看了一遍。窗外天黑透了，屋裏只開了一盞台燈，光印籠在桌面上，紙頁上的字在燈下泛出淡茶色的舊光。那把斷鎖被綠菇收走了，可我旋記得鎖面上殘留的半個字跡，斷口處繡得厲害，被鐵鏽複夾的地方隱約能看出一個偏旁，是個女字旁，另一邊被腐蝕得認不清了。我翻到賬簿裏外婆那一頁，她的記錄寫得很簡略。顧陳氏入顧家年月不詳，卒於民國11年，產後血崩，年23。民國11年是1922年，她死的時候只活了23歲，比我現在的年紀算少2歲。她在死前留下玉軸，留下話：月亞馬將來如果有女人，帶着玉軸回到顧家來。她怎麼知道自己配有外孫女？她在民國11年就死了，而亞馬據綠菇歲是1948年去世的，中間隔了26年。這26年裏，誰養大了亞馬？誰把玉軸傳給了他？又是誰把他送回顧家，讓他也成了同鎖名錄上的一筆？我的手指停在賬簿陳月上那一行，難產，一屍兩命。如果亞馬真的死在1948年，那亞爸呢？亞爸今年50多歲，1948年他才幾歲？不可能和1948年的亞馬有關係，那就只有一個解釋：亞馬在1948年死過一次，可後來他又活了。他活過來之後離開了顧家，在西關賣糖水，生了我，然後在我17歲那年又走了，2次離開，2次都留下了這隻玉軸。我摸着碗上的竹子，冰亮的玉石貼着手腕蠟質，暗文幣合成一個完整的圓，像一條封死的路。可是這條路的入口在哪裡？出口又在哪裡？地圖上畫的那些圓圈，外婆的粉被榕樹根吞了，亞馬的粉又在哪裡？賬簿上與他葬在顧家為後山，可後山那片方圓裡沒有他的竹籤。我拔過每一根籤，沒有一根寫着陳月常，只有外婆那根寫着顧陳氏。亞馬不埋在顧家的墳地裡，那他埋在哪裡？船是月，他根本沒死，只是又一次離開了。隔壁傳來輪椅碾過地板的聲音。顧廷生還未睡，他自從那天晚上在廚房站起來之後，似乎走動得更頻繁了。我經常在深夜聽到他的房間裡有聲響，像是他在練習走路，一步兩步停下來，再一步，步態沉悶卻不凌亂，像一個人在黑暗中反復丈量同一段距離。我從來沒在白天見他站起嚟過，他只在夜晚關着門，在所有人都睡了之後，才慢慢從輪椅上起身，在地板上邁出那些安靜的步子。我猶豫了一下，把賬簿和地圖收進樟木盒子，拿着那封拆開的信封出了房門。走廊暗着，只有盡頭窗外的月光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銀白色的長條。顧廷生房裡的燈還亮着，黃光從門縫底下溢出來，在走廊的木地板上鋪成一條薄薄的光帶。我走過去，抬手敲門，門開得很快，像是他早就知道我會來。他站在門內，沒有坐在輪椅上，穿着那件深灰唐裝，兩隻手垂在身側，站得不直。燈光從他背後照過嚟，把影子長長地投在身後的牆壁上。他後頸那道蜈蚣疤在燈光下格外清楚，蔥衣領往上延伸進髮根，像是用粗線縫合過又拆開，拆開又縫合的舊傷。我站在門口未進去，他也沒讓我進去。我們隔着門檻相望，走廊裡的穿堂縫從他房間的窗戶吹過嚟，把他襯衫的下擺輕輕撩起一角。你知嘅嘢可以話俾我知。我說。他沉默了一個人，然後側身讓開一步，示意我進去。我踏進他的房間，這是我第一次進這間屋。屋裡的陣設比我的房間更簡樸，一張酸枝木床，一張書桌，一把輪椅靠牆放着，書桌上攤着一本打開的書，是那種舊版的線裝本，紙像佛王，字跡豎排，
我走過去看了一眼，書名是番禺縣向土誌。翻開的頁面畫着一張地圖，和六姑給我的那張手繪地圖幾乎一模一樣，只是印刷版的線條更工整，標注也更詳細。地圖的右下角有一段印刷體的說明文字，我用指尖指着那段話一行一行讀下去。故事圍村，自乾隆年間建村，以授牧為業。村中舊俗，凡外姓女子入故事之門者，須於價前以銅鎖刻名，鎖懸於門楣之上，謂之鎖魂。婚後女子不得出村，生為顧家婦，死為顧家鬼。此俗延續至民國初年，漸廢。現村中老人謠言，故事圍村後山舊墳中，常有銅鎖破土而出，無人能解其故。顧廷生站在我身後，離我不到一步的距離，他的呼吸很尖，幾乎聽不見，但我能感覺到他身上的溫度，一種偏低的，像曬不到太陽的舊木器一樣的溫度。我曰：你細個嗰陣有冇聽過顧家呢個習俗？聽過。他的聲音在房間裏壓得很低。我阿爸同我講過，佢話顧家嘅女人都要鎖魂，鎖住之後就不許走。可阿瑪船是走了。阿爸曰：他走的時候把鎖撬開了，鎖心碎了，可他的名字旋留在鎖面上，留在後山的墳裏。他人走了，魂旋困在這裏。你阿瑪是邊個？顧廷生未有立刻回答，他走到窗邊，推開窗，夜風灌進嚟，吹得桌上那本書的書頁娃娃翻動。窗外的天井黑沉沉的，龍眼樹只剩一團模糊的輪廓。他望着那棵樹，聲音衝鋒裏飄過來。我阿瑪叫陳月常，1948年生我，生完之後就死了。我後背一亮，1948年陳月常難產而死，一屍兩命。可顧廷生歲他是1948年出生的，那他肚裏的孩子活下來了，活下來的人就是他。可那一屍兩命的兩命是怎麼意思？如果其中一個是他，另一個是誰？你阿瑪生你嗰陣係雙胞胎？我問他，轉過身嚟，燈光從他側面照過嚟，在他的鼻梁和眉骨上投下深深的陰影。他看着我說：係。我有個大佬同我一齊出世，佢冇活過當晚。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給平，像在陳述一件跟他毫無關係的事。可他垂在身側的手微微攢緊了，指節泛白，雙胞胎，一個活了，一個沒活。活下來的那個是顧廷生，沒活下來的那個埋在顧家後山的某個墳裏。地圖上那20個圈多出來的3個墳，其中一個攰不攰就是他那個早夭的兄弟。我旋沒開口問，顧廷生已經先閱了。你入顧家嗰日，我本來唔想留你。你阿爸欠顧家嘅錢，顧家唔稀罕。但我見到你子族，我就改咗主意。他抬起眼，目光落在我手腕上。我阿瑪死之前留低一句話，佢話將來有女人帶住呢子族返嚟，就係顧家嘅還債人，亦係顧家嘅解債人。船債和解債有咩分別？船債就是用顧家的血填顧家的坑，解債就是把這個坑填死，不再讓顧家用女人的血來填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低下頭看着我，這是我第一次和他站得這麼近，近到能看見他眼底那些細碎的紋路，像乾涸的河床上龜裂的泥。你算邊樣？我攢着腕上的玉軸，軸身溫熱，貼着我跳動的脈搏。窗外天井裏忽然傳來一聲輕響，像雜麼小東西掉進了龍眼樹下的青石板縫裏。緊接着，一股檀香混着鐵鏽的氣味從窗縫裏衝進來，濃得我喉嚨發緊。我旋沒來得及回答，樓下傳嚟六姑急促的喊聲：廷生，你落嚟睇下。顧廷生臉色一變，轉身快步走出房間。他的步子雖然快，右腿旋是微微有點拖，像關節處卡着雜麼東西。我跟在他身後衝下樓，天井裏亮着一盞應急燈，慘白的光照在龍眼樹底下那片青石板上。青石板裂開了，正中間那塊石板從中間斷成兩半，斷口新鮮，像被雜麼力量從地下頂開的。裂縫裏露出一截東西，是銅鎖的鎖梁，鏽跡斑斑，但鎖梁上刻着的字還清晰可辨，陳月常3個字，刻痕很深，像用刀尖一下一下鑿出來的。
六姑蹲在裂縫旁邊，伸手去救那把鎖梁，手指碰到的一瞬間，整棵龍眼樹的樹冠猛地抖了一下，無數片葉子像下雨一樣速速往下掉，落在青石板上，落在六姑的肩膀上，落在我和顧廷生的腳邊。每一片葉子的葉脈都變成了暗公色，像浸過血的網。六姑縮回手，站起來退了兩步，他的嘴唇囉嗦着，聲音細得像一根線。佢要出嚟了。第10章解鈴人。龍眼樹的葉子旋在往下掉，一片接一片，暗公色的葉脈在應急燈的白光下像密密麻麻的血管。地上的葉子鋪了薄薄一層，踩上去又軟又濕，像踩着某種舊布。六姑站在原地沒動。他盯着那道裂縫裏的銅鎖梁，嘴唇旋在抖，但不再說話了。顧廷生衝我身邊走過去，走到青石板裂縫前蹲下，他沒有猶豫，伸手握住了那把鏽跡斑斑的鎖梁。他握上去的一瞬間，整棵樹的枝葉猛地往上一抽，像被雜麼東西從根部往上提了一把，然後重重落回原位，發出一陣沉悶的嘩啦聲。鎖梁從泥土裏被他拔了出來，帶出一截斷掉的鎖鏈。鏈子底下掛着一小片腐朽的布料，深藍色，花紋已經辨不清了。他把鎖梁和斷鏈放在石板邊緣，站起來退後一步。裂縫底下透出一陣幽幽的檀香氣味，濃得化不開，幾乎形成實體。氣味衝出來的同時，地板底下傳來一聲極輕的響動，像有雜麼東西從深土裏翻了個身。那聲響從龍眼樹根底下傳出來，貼着地面擴散，穿過天井的青石板，傳進正廳的門檻下面，又從偏廳的牆根底下繞回來，像一道看不見的波紋，把整間宅子都圈在裏面。裂縫裏衝出來的氣味忽然淡了，應急燈的白光閃了兩下，恢復正常。龍眼樹不再掉葉子了，地上的暗紅葉脈漸漸褪成普通的深綠色。青石板的裂縫存在，可那根銅鎖梁被拔出來之後，裂縫邊緣的泥土開始往中間聚攏，一點一點，像傷口在愈合。整個過程持續了不到1分鐘，最後石板恢復成完整的一塊，只是表面多了一道細細的裂紋，像一條乾涸的河床。六姑蹲下去摸了摸石板，指腹沿着那道裂紋走了一片。他抬起頭來看我，眼睛裏有淚光，可他沒有哭出來。他說鎖開咗，佢走咗。我不知道他說的佢是誰，是外婆，是阿媽，船是那個被鎖在顧家後生幾十年的雜麼東西。可我知道那股檀香味散了，鐵鏽味也散了，天井裏的空氣重新變得清朗，帶着夜露和泥土的氣息。龍眼樹的葉子安靜下來，月光從雲層後面透出來，照在青石板上的裂紋上。裂紋裏滲出一小汪清水，順着石板的弧度緩緩淌下來，流進樹根旁邊的泥土裏，被乾燥的地面吸了進去。顧廷生站在龍眼樹下，背對着我，他的肩膀微微塌下來，像終於重開了一副乾了很久的擔子。他轉過身，月光照在他臉上，他的臉色依然白，可眼底那層凍了很久的薄冰化開了一些。他說：你止足，可以摘了。我低頭看着手腕上的玉軸，內側那道閉合的暗紋在月光下漸漸淡了，像墨迹被水稀釋，從深紅褪成煎粉，再褪成透明，最後徹底消失。軸身恢復成通透的淡青色，溫潤如初，不再發亮，也不發燙，只是一件普通的玉石，安靜地貼在我的皮膚上。我伸出手，把玉軸從腕上輕輕褪了下來，它劃過我的指節，落在掌心，帶着我體溫的餘熱。月光照在軸面上，玉石裏雜麼也沒有了，乾乾淨淨的，像一塊剛剛從河裏撈出來的卵石。六姑沖灶間取了一隻紅綢布，把玉軸包好，放進那隻樟木盒子裏，和那把解開的銅鎖放在一起。他合上夾子，輕輕拍了拍盒面，說：陳家的東西就留在陳家。他把盒子遞給我，我接過嚟抱在懷裡，盒身輕了苦多，像裡面的東西終於卸掉了所有重量。那晚我沒有回2樓東邊的房間，我跟着顧廷生走到正廳門口，他推開那扇厚重的油木門，月光衝進來，照在廳裡那塊黑漆木牌上。木牌上黃泉路上，故事先日8個金漆字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微光。他走到木牌前，伸手把那塊牌取下來，翻了個面，木牌背面刻着一行字，比正面的更細更尖，像是很早以前就刻在那裡的：路已盡，人當歸。
故是後人自此不再所云。他把木牌重新掛回去，正面朝外，背面貼在牆上，然後他轉過身嚟，站在月光和靜聽的暗影交界處，看着我。他說：你肚入面嘅細路，將來唔使帶鎖。我點頭，把手搭在小腹上，為你那陣奇怪的抽動又來了，但這次不痛，像裏面的小家伙在翻身，在伸展手腳，一種暖意重複地升起來，漫過全身。我抬頭看着靜聽門口那片月光，月光明亮而安靜，照在青石門檻上，照在門檻外面天井裏的龍眼樹梢上，照在樹底下那道淺淺的裂紋上。裂紋裏那汪清水已經滲乾了，只剩下一條細細的痕跡，像一道月合後留下的疤。六姑站在灶間門口，手裏拎着那盞應急燈，燈已經關了。她望着天井裏的龍眼樹，樹上那些青色的龍眼在月光裏微微發亮。她說了一句雜麼，聲音很輕，像是自言自語：今年嘅龍眼應該攰甜。我走出正廳，站在天井裏，夜風從龍眼樹的方向吹過來，帶着葉片和泥土的氣息，乾乾淨淨的玉竹已經不在我腕上了，可我的手腕旋留着它一圈尖尖的壓痕，在月光下若有若無。顧廷生跟出來，站在我身邊，我們都沒有說話。天井裏很靜，靜得能聽見龍眼樹根底下泥土深處傳嚟的細微聲響，不是翻動，不是碎裂，是那種水分慢慢滲透，滋養着所有根須的溫柔的聲音。